生，我要自我介绍。我的名字 Novitasari， 我今年33岁，我信仰回教，我从马lang东爪哇，印尼。我高中毕业，我有曾经工作在台湾5年。第一个，我照顾老人；第二个，我照顾婴儿。在台湾我会打扫跟买菜，我会煮饭、煮菜、煮炒饭、煮炒面、煮汤、煮汤面、蒸鱼、蒸蛋、红烧鱼。我怕狗，我不吃猪肉，可是我会煮。我还没有结婚。太太先生，请帮我找工作，我发誓要工作好好到2年。太太先生，谢谢，再见。